假日唔想小朋友留喺屋企，所以我哋嚟咗檳城最大嘅室內主題公園 The Top， 大人88蚊，細路68蚊就可以玩夠5個項目啦。首先我哋嚟到水族館，七彩繽紛嘅魚係咪好靚呢？可愛又活潑嘅魔鬼魚，你睇下佢玩得幾過癮，可以俾小朋友接觸下蜥蜴仔，仲可以擺埋喺手上面㗎。歡迎嚟到恐龍世界，好似返咗去侏羅紀時代一樣。Sky Bridge 漫步天空之橋，俯瞰檳城嘅美景。驚唔驚啊？唔驚。當佢哋喺出邊行緊嘅時候，小朋友就喺度點嚟點去，同樣玩得好盡興啊！喺對 top 嘅頂樓仲可以許下你嘅願望，掉出你嘅硬幣就可以願望成真㗎喇！我要發達，我要發達，我要發達，我要發達！我掉！人哋喺度拍緊網紅照，你喺度搞乜嘢啊？咁我走先啦，拜拜。唔怕話你知，伊頓係一個車神。我仲識單手揸車㗎。咁好玩又咁靚嘅地方，大家快啲嚟體驗啦！